海耀全自動即時多重診斷系統使用指南，開始準備樣本混合液，將樣本放入含有採集液嘅滴管當中，充分混合。樣本混合液經已準備完成，將8滴大約係300微升嘅採集液滴入樣本瓶，將樣本瓶放入試劑盒嘅樣本端口。樣本號嘅登記有2種方式，除咗可以手動輸入樣本號，亦可以用條碼掃描器掃入樣本號。完成登記之後，按彈出托盤嘅按鈕，將試劑盒放置喺托盤正確嘅位置，按導入托盤及開始。檢測正在進行中，只需要1個多小時就可以完成。使用過嘅試劑盒，請按照當地嘅規定作為醫療廢物處理，按檢視報告嘅按鈕就可以立即獲得檢測報告。整個檢測流程就係咁簡單。非常感謝你觀看影片，希望海耀系統能夠為你帶嚟一個便捷嘅體驗。